我们马来西亚客家工会联合会青年团，我们总共有37个这个职位吧。这37个职位的每一个职位呢都有一个证书，就是证明他们是我们的这个一份子。这个是荣誉证书。我们这个理事会是3年1届嘛。每一次的这个有新的理事会了，我们就会重新再编排这一些顾问啊、职位啊，就让他知道他的职位和他的职责。就我们身边的这些青年啊，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运用我们这一些现有的资源，而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要告诉他们，在这里呢，你能够让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然后当你提升了之后，当你有了一些实力之后，或者有了一些资源之后，怎么样把它带到来我们这个客家群体来回馈给我们整个客家。这些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活动，马来西亚羽毛球比赛。我们这个客联青举办的每一届都会有的全国的一个羽毛球比赛。如果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方向呢，一般都会在这个怎么做这个资源整合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年团要招这个人进来呢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下一些功夫。我们现在呢要去拜访我们的这个大马客联会的总秘书长肖志国乡长。秘书长，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大马客联会会所。我们这一个的会所其实是由我们的前任首相前几届的首相马哈迪开幕的其实在客属在所有的那个地属那个会馆里面我们客家工会的那个会所是很光荣的，因为是由我们的前任首相开幕的。在你们青年团应该要多多跟我们的前辈学习，然后希望将来你们也是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呐。是的，希望你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把青年团带领得更好。我对我自己呢，做好我们这个位置应该要有的本分跟责任就比如说总团长有总团长的职责，然后我们总秘书有总秘书的职责，然后其他的副总团长有副总团长的职责，理事有理事的职责，就大家坚守自己的岗位，然后再做一个互补互助来达到我们最终要去的那个目的地。